香港郊野公園以高覆蓋率、鄰近城市同埋豐富嘅地質景觀而享譽國際。上一節提到，我哋作為遊客嘅都可以做多少少，就可以保護我哋珍貴嘅大自然啦。咁大家去到營地又可以點做呢？咁另外要注意翻咯，即係抌垃圾咧，冇錯，營區裏邊咧係有垃圾桶俾你嘅。咁但係我哋建議咧，就算你抌嘅話咧，仲要膠袋要綁得實啲，然後擺正垃圾桶中間。唔好擸條尾出嚟啊！唔好就咁掟出嚟，因為啲動物其實會咬住個邊扯到垃圾出嚟嘅。咁啊要考量翻啦，如果可以嘅話咧，減少垃圾量，然後自己攞翻走就最好啦。我哋接觸大自然啦，應該抱住咩理念去進行呢一啲戶外活動咧？第一件事就係要享受。咁因為享受大自然咧，就唔一定要音樂啦，可以聽下風聲啦，啲鳥語聲音啦。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個心態好緊要啦。你要愛惜呢個地方啊，譬如垃圾全部攞翻走啦。嗰啲污糟嘅地方啊，幫手執一執佢啦。最緊要就係善用個環境嘅設施俾你，就唔好破壞佢啦。咁譬如生火嘅就揀翻啲好啱嘅地方生火啦。咁啊最重要希望可以呢一個嘅活動可以持續繼續玩落去。根據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，喺郊野公園亂拋垃圾屬違法，最高可被罰款1萬港元及監禁3個月，亦都可以被定額罰款3000港元。漁護署人員亦都會定期巡邏執法。營地喺假期之後咧出現衞生問題係咪好常見嘅咧？其實都有經常見到發生咁樣嘅。無論係喺鹹田灣啦、東壩啦，或者可能甚至浪茄呢啲唔同嘅地方咧，咁有時都見到即係喺長假期之後咧有啲垃圾遺留咗落嚟啦。我哋都咧呼籲咧，其實所有嘅旅客啦都要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咯。而家見到咁嘅情況咧，都真係影響咗個生態環境。咁有關部門咧喺清理垃圾嘅時候，係咪都會遇到困難咧？其實因為呢啲地方咧個地理位置都比較遠啊，如果一啲大型嘅垃圾車入去清垃圾嘅話咧，唔係咁方便，所以往往係要透過人手去執咗呢啲垃圾之後咧，再透過海路咧運走咁樣嘅。咁但係海路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實係即係局限於個天氣啦，或者究竟大唔大浪咧呢啲嘅因素去影響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成本都比較高，效率比較低，所以我哋都呼籲咧，即係自己垃圾盡量係自己帶走，即係呢個係一個源頭上面解決呢個問題咯。你認為政府咧可以點樣改善營地嘅環境衞生問題咧？除咗教育之外咧，其實亦都要加強執法啦。我哋睇翻數字咧，見到漁護署過往幾年啦，喺香港嘅郊野公園裡面嘅執法嘅數字咧，都係偏低嘅，甚至係個位數字嘅。其實係要加強巡邏、檢控甚至定額罰款，咁咧先至可以俾到個警示嘅作用咧，等一啲遊客咧都唔敢再亂拋垃圾啦。呢個第一方面啦。第二咧都係喺管理方面咧去改善啦。譬如係咪可以限制人流，甚至有個預約制度咧？咁我自己認為咧個預約制度咧可以分開3個方面嘅。第一就係網上嘅預約唔同嘅時段啦。第二咧就係俾翻某部分嘅 quota 俾翻即係現場俾佢哋即場入去啦。最後咧，亦都係可以考慮咧，就俾部分嘅 quota 咧，俾一啲團體以一個導賞嘅形式咧入去參觀嘅。其實咧呢啲嘅預約制度咧，亦都可以減少現時咧即係一啲亂拋垃圾啊，或者遺棄一啲垃圾嘅情況咯。漁護署表示，留意到有關情況之後，已經即時派員清理公廁外嘅垃圾，會喺天氣及風浪許可下以船隻運走。署方強調，會密切監察營地及附近嘅郊野公園衛生，正考慮喺營地附近加設垃圾收集設施及增加清潔次數，聯同相關部門加強清潔，而且透過不同渠道向旅客宣傳綠色旅遊嘅良好行為同埋守則。我認為咧，其實部門咧應該要加強一個保育環境呢方面嘅推廣嘅。係咪可以將現時大家都集中係打卡旅遊升級作為一個無痕嘅旅遊咧？即係減少對一個自然環境上面嘅影響咧。呢方面咧，其實除咗一個實體上面嘅宣傳教育啊，派多啲一啲宣傳單張啊，或者加強一啲告示之外咧，亦都可以考慮，無論喺國內或者國外嘅社交媒體上面咧，去兩文三語去推廣翻我哋必須要即係保護翻呢個自然嘅環境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。所以咧，必須要喺呢個加強呢個教育嗰方面嘅宣傳咧，咁先至可以徹底從呢個根源上面解決呢個問題咯。